旧世界看见这光，他们必欢喜飘向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那我们现在一同来做个祷告，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主日当中，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啊，这样的时刻是非常宝贵的。主，求你在此刻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主啊，愿你透过这些诗歌，主啊，透过这些经文，主啊，你神再次来对我们说话。主，求你帮助我们再次回想起神你拣选我们的那一刻。主啊，我们不是自己来追随你，而是神你先看见我们。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美好的时刻当中来与你相遇，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求你放下那样的渴慕在我们当中，求你我们用感谢进入你的院，用称谢进入的门，我们要再一次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开口歌唱的时候，神你就大大的浇灌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还是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身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神的爱如高山，如深海，宽不可测。愿你的爱流向我们。主，求你释放我们的心，在此刻当中完全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流向我，紧握敞开我的心门，让你指着来释放我。在真理中我珍惜了每一天，我高举双手，我要不停地唱，因你爱领导我。哈利路亚，主唱，吹伤心的风，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流向我，紧握敞开我的心门，让你指着来释放我。在真理中我珍惜了每一天，我高举双手，我要不停地唱，因你爱领导我。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流向我，紧握敞开我的心门，让你指着来释放我。在这里中我珍惜了每一天，我高举双手，我要不停地唱，因你爱领导我。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稀奇。但当世界看见这光，他们必欢喜跳舞向我们。我好想要跳舞，别人看为很稀奇。当世界看见这光，他们必欢喜跳舞向我们。我好想要跳舞，别人看为很稀奇。当世界看见这光，必欢喜跳舞向我们。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谢谢你悦纳我们的赞美，主，我们要继续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再一次回想我们跟你之间的立约，求你显明我们内心当中不讨你喜悦的，主啊，求你在此刻完全的挪开，求来充满我们。在黑暗中曾经彷徨，没方向，没盼望，直到你从天堂奔来，你眼中满有怜悯，律法
那日你复活清晨，天堂权柄齐铃声，直到坟墓被挪开，神羔羊战胜死亡，万民万主同复活，终点是敬畏等候，灵魂走向父宝座，得召恢复和永活，本基督建立教会，圣灵燃起了火焰，更不真理中彰显，不属在位，不妥协，因他的宝血涂抹，不住平和的自由，因耶稣基督的爱，我生命更新复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哈该书2章1到9节。那年的7月21日，上主再次借着先知哈该说话，他要哈该转告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以及人民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还记得以前的圣殿多么华丽？现在怎样呢？看起来不是一文不值吗？可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和这地的人民啊，你们的上主再三的劝你们，你们要刚强，要努力工作，因为我万军的统帅与你们同在。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曾经和你们立约，答应要常与你们同在。我现在仍然与你们同在，所以不要害怕。不久，我要震动天地，摇撼海洋和陆地。我要倾覆万国，把他们的财宝带到这里来。
使这圣殿富丽堂皇。世上所有的金银都是我的。这新建的圣殿要比旧的更华丽。我要让我的子民在那里过繁荣安定的生活。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宣布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从他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如果我要问大家，你觉得生命当中什么会是美好的事物呢？你会怎么回答？开始不知道怎么答。其实很多时候，你会从人的生命当中看见一些美好的事物。你会从每个人的恩赐当中看见美好的事物，你会从每一个人他生命曾走过的轨迹当中看见美好的事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被唤醒。我们只有被唤醒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想起，原来美好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心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美好的事物。而这美好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是圣殿。那你觉得圣殿的美好是什么？它可能看起来华丽，它可能看起来非常的雄伟，它可能看起来这个地方一看就让人家感觉到神圣的感觉。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圣殿是美好的事情。不过如果你熟悉以色列的历史，你就会知道，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发生过很多次圣殿被毁灭的事情，特别是当以色列人灭国，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就是他们圣殿被毁灭了，而他们被掳在巴比伦，他们不知道到底在我的家乡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们开始过着一个我没有办法回去的生活。这个时间一直持续到了波斯帝国。到了波斯帝国所统治的时候，波斯帝国的皇帝同意他们要返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要返回到耶路撒冷去。而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之后，他们领受着上帝所交代给他们的，你要重建圣殿。但是呢，重建圣殿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他们才开始重建圣殿没多久就遇到困难了。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要想，如果你流亡了很久，然后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乡，最直接的问题是什么？最直接的问题是你口袋没东西。最直接的问题是你口袋没有钱。当你口袋没有钱的时候，要重建圣殿，他就遇到了困难。而再来，他们其实受到了外族的影响，他们受到撒玛利亚的敌意跟阻挠，所以当外在的压力跟内在的压力一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冲突，所以这个冲突导致他们放弃要继续盖圣殿这件事情。好，那不盖就不盖嘛。但是呢，不盖就不盖之外，在耶路撒冷这一群人当中，还有一群人比较麻烦。我说的比较麻烦，是因为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是有钱有势的人。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协助盖圣殿，不过，这群人在干什么呢？他们重视盖自己的家园，胜过了圣殿。他们认为我要把我自己的房子盖得很美好，而他们不想去管圣殿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因着这样，这一群人纵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纵然回到了耶路撒冷，好像看起来事情还是一样。他们忘记了他们生命最美好的事物到底是什么。而圣殿之所以美好是为什么？圣殿之所以美好，不单只是说这个地方盖得很华丽，圣殿的美好在于我们共同的回忆，我们共同在这里努力，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付出，我们曾经在这里用我们的恩赐建造，所以这是圣殿的美好。这一群人因着遇到挫折，他们选择要放弃盖圣殿，选择了远离上帝之后，上帝只能通过先知要诉说他的信息。
哈该书大家很少读到，对不对？甚至我们要翻，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在哪里。告诉大家，它就是旧约后面翻回来，马拉基、撒迦利亚、哈该，所以从旧约往前翻，你就会翻到。我还印象很深刻，这个是那个我去考神学院那一年口试的题目。口试的题目，然后所有人前面那个人出来之后，开始告诉后面的，我告诉你，这个口试的是旧约老师，等一下他会问你旧约后面的3卷是什么。所有人开始非常紧张的开始翻哈该书到底在哪里，然后又下一个出来说，刚那题不是，他现在又问说那个弥迦书6章8节是什么？大家旁边又继续开始翻弥迦书6章8节是什么？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错，有人知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你的上帝同行。好，所以我从此以后，我永远都记得哈该书是旧约往前翻。结果在那边辛苦了半天，我发现我不在这一组。好，所以哈该书在后面往前翻，旧约往前翻第3卷。哈该领受了上帝的信息，要去诉说，他要去诉说上帝的信息，所以哈该跑去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所领受的到底是什么啊？你们所领受的到底会是什么呢？我所说的，你们当中还有没有人记得过去圣殿是多么样的华美啊，多么样的华丽啊？你们是剩下来的人了，你们有一些人曾经看过。”你们这些曾经看过的人还记得那个圣殿是何等的华美吗？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呢？现在为什么这么一文不值呢？所以你们的上帝再三的劝你们要刚强，要努力工作，因为我万军的统帅与你们同在。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曾经和你们立约，答应要常与你们同在。我现在仍然与你们同在。他连续说什么？我仍然与你们同在。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在各样地方的时候，我仍旧与你们同在；你们被掳的时候，我仍旧与你同在；你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仍旧与你同在。所以，他用话语要鼓励着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继续这一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吧。话语带着华美的力量，话语带着一种美好的力量。我们所有人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其实是被话语所建造起来的。我们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建造，所以话语带着美好的力量，唤醒我们，回到圣殿的美好，回到那一幅美好的图画当中。这是话语的力量。但是其实不是只有话语而已，他还提到第2件事情是什么？你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圣殿呢？圣殿是什么？圣殿是上主临在的记号。圣殿是上主临在的记号，所以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记号的本身也在带我们看见美好的事物。那你就会开始问我，什么是记号，对不对？什么是 sign？ 到底什么是记号呢？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已经看到记号了。你在哪里看到记号？开始陷入疑惑。来到教会，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sign。教会的名称就是一个 sign， 对不对？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本身就是一个 sign。而这个 sign 在讲什么？这个 sign 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在这里看见上帝的临在，你在这里看见了，你可能从小在这里长大，你可能来到这间教会没多久，但是它给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了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这个 sign 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唤醒的力量。这个唤醒的力量要告诉我们说，在这里我们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好，那我刚刚讲了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还有很多符号是什么？十字架也是一个记号，还有呢？
你今天来，你一定看到他了，对不对？你一定看到巴克里献身文，虽然你可能后面的人看不清楚到底里面的字是什么，但是你看到了巴克里献身文。巴克里献身文本身也是一个记号，它在诉说的我们的教会在这里纪念着巴克里牧师，纪念着伊丽莎白师母，所以我们下午要有一场伊丽莎白师母的纪念礼拜，而这一些记号在带我们回到根源，回到上帝在这里工作的根源。所以我们今天会出版一本书吼，我们今天正式出版一本书，这本书是巴克里牧师夫妇的文集，名字叫做《福尔摩沙的呼召》，这是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在告诉我们什么？宣教师的生命如何在这块土地？宣教师的生命如何在这块土地上面继续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建造教会？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仍旧在建造教会、建造圣殿。你一定会说啊，不是盖好了吗？礼拜堂不是盖好了吗？哈该在告诉大家的事情是，除了看得见的礼拜堂之外，圣殿更重要的是，圣殿所代表的记号是每一个人回应上帝、跟随上帝的记号。所以我们从话语看见了华美，也从记号看见了华美。今天还不止这一些，今天我们有八角塔的府城合唱团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八角塔也是一个记号。你们有人知道八角塔的意义吗？也许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八角塔的根源来自于淡江中学，它来自于淡江中学。在淡江中学有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物，就是八角塔。所以所有的学生都知道这栋建筑物，那是淡江中学的精神象征。而淡江中学的八角塔，就是在宣教师的努力之下，它延续着早期宣教师发展、投入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的教育，让每一代的学生都记得这件事。而八角塔合唱团的前身其实是淡江中学的男生合唱团。对我们教会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前任牧师王明仁牧师，王明仁牧师本身就是淡江中学毕业的，而王明仁牧师他就是淡江中学男生合唱团的指挥。上帝使用王牧师从他学生时代就服侍上帝，使用他招聚着一群人一起唱歌。然后这个合唱团在诉说什么样的华美呢？是长老教会用声音、用合唱赞美上帝的华美。他在诉说的是，我们在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共同用合唱来唱出对上帝的颂赞，这是这个记号。所以每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看到不同的记号。它不是只有我来到这里，然后就坐在这里，好像做完一场礼拜然后结束。我来到了东门教会，我看到了各种不同的记号，我看到了不同的人服侍，我看到不同的轨迹，它都在唤醒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道理是什么？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恩赐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恩赐来回应神，所以在圣殿当中，我们会我们会唱歌，我们会招待，我们会有各样的服侍，我们用不同的恩赐齐心来服侍神。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献身文，这当然是现在制作出来的。然后我找了一个美编帮助我，他就把它变成了4张。要把它接起来，你们知道这意思吗？就是4张是独立的，我要把它接起来。然后我就告诉大家说，我这个可怜的脑袋，完全没有美感的脑袋，你只会怎么想要把它接起来？就是那个把它反过来，然后拿出胶带来，把它贴起来。对，这就是我可怜的脑袋，没有美感的脑袋会想到的事情。
然后我就在我们5楼的史料室，我们有很大的史料桌，我们把这几张放在那里，准备要开始贴的时候呢，旁边的同工面露难色。对，那个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只有本教会拥有史料修复师站在我旁边，然后史料修复师就面露难色的站在旁边，因为他们说一件事情：所有的交代对于文物、对于史料是极大的伤害。好，你们今天都学到这件事情了，圣经破了不要乱贴，你们都学到这件事了。然后他就看着我，叹了一下。他说：“你们真的要这样子做，我也不会阻止你们啦。但是千万不要说我在这里。那怎么办？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可怜的脑袋实在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美感的创作，所以几个修复师就认真讨论了一下。他们果然是用他们的恩赐在服侍。他们如何服侍呢？这太专业了，拿出宣纸，拿宣纸涂浆糊。”在后面把它贴起来，非常的完整。我那一刻我学到东西了。教会真正的美好，圣殿真正的美好，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拿出我们自己的恩赐，一起来服侍上帝。所以圣殿给大家的记号，它不只是话语的美好，它也是一种我们的生命的美好。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恩赐在服侍神，所以这个教会会成为一个述说故事的教会，这教会会成为一个不断见证上帝临在的教会。好，那所以我们从话语看见了，我们从记号也看见了华美，再接续着哈该就会继续在鼓励弟兄姐妹。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生命的华美。我们的生命如何成为美好？我们生命的美好到底会是什么呢？他说了，这个殿的荣耀要怎么样？要胜过旧有的荣耀。他告诉这新建的圣殿要比旧的圣殿更华丽。我要让我的子民在那里过繁荣安定的生活，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个新建的圣殿要比旧的更加华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成为服侍上帝的器皿，这是美好。我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本书，今天很像卖书的哦。介绍另外一本书，这本书是很出名的作者叫杨斐利。杨斐利写了非常非常多很精彩的书，这本书最近出版，因为他找我帮忙写推荐序，所以我从头到尾把它看完一遍。那这本书杨斐利写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写他自己的故事。那他写他自己的故事，特别在中文版的序言当中用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标题，他说：“别让过去成为你现在的暴君。”你会觉得他讲得非常精彩。不要让过去成为你现在的暴君。我们从过去直到现在，我们可能有伤害，我们可能有各样的困难，而常常这些伤害、这种困难是影响我们现在的生命的。所以他在提醒我们说，不要让过去成为你现在的暴君。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越读越觉得，天哪，你太勇敢了。他面对什么？他面对他从小没有爸爸的事实，他面对他跟他的哥哥吵架，他面对他在学校受到霸凌，然后他面对着自己受不了一间极度保守的圣经学院，他坦诚面对他自己生命当中的痛苦，然后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我觉得写得非常的精彩。然后他自己就分享说，当他书写的过程，他原本以为写这些故事会让自己很难过，但是他发现到了，当他越写越体会到原来自己在跟上帝相遇，而在跟上帝相遇的那一刻，所有混乱的生命被重新赋予新的秩序，被赋予了新的秩序，所以他最后下这个标题很精彩，叫做找恩典的人。其实英文叫做 Where the light fell a memorial， 就是如何上帝的光如何照耀在你的回忆当中啊。
他下的中文版的标题下的是找恩典的人。他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需要恩典的人。我们有很多的伤害，我们有很多因为挫折而中断的计划，但是到我们重新被唤醒那个美好的时候，我们要写新的故事，我们要写下新的故事。然后我为了要写这个推荐序，我很快速的把它读完，然后再开始写下我的文章。我里面这样子写，我说很多时候基督徒总有一个问题，基督徒总认为我们所有的困难要被上帝奇妙的解决掉，我们总认为我们所有的生命一切的难题都会被耶稣突然之间扭转过来，然后过着一个信耶稣得永生，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人生。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当中，其实我们会看见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我们会看见有人是受伤的，有人长期在病痛当中，他希望得医治，但是他没有得医治，他带着痛苦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看着，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人其实在家里面吵架，然后来到教会因为面子，所以来到这边硬是要装的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感觉。我们也面对着很多青少年，就是被压着来教会，然后其实根本就不想来，但是我就硬着头皮非得要坐在这里不可。我们会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处境，而重要的是什么？无论如何，我们被上帝呼召成为一间教会，成为一群共同找恩典的人，成为一群共同写新的故事的人，而这是重要的。我们是被上帝邀请写下新的故事，然后别让过去成为你现在的暴君。你继续写新的故事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殿的荣耀要胜过旧的荣耀，因为那是上帝的工作。上帝邀请我们再现生命当中的华美。你的生命是美好的，即便你觉得你的生命再挫折，你的生命是美好的。就像杨斐利，他生命其实充满各种挑战，他的生命其实受了各种的伤害，但是他却写下了美好。但是我也告诉大家，读这本书很刺激吼，读这本书很刺激，你必须要系好安全带。你要系一下安全带，因为它会颠覆你，它会颠覆你对美好基督徒生命的想象，但是它要带你看见真实，它要帮助你去看见基督的光永远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断受邀请在重建圣殿，而这个圣殿，这个此刻的荣耀，它会胜过旧有的荣耀，因为上帝要使我们在这里繁荣的生活下去。这是上帝的丰盛，也是他所邀请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华美吧。我们一起来看我写的这首诗，再现华美。我的心里有一块田，是众人耕耘，齐心灌溉，携手收成的美好。如今那块田乏人问津，被舍弃，被忽略，不再能够供给养分。朋友们，你们可还记得自己与那块田的约定呢？你们可还愿意回到脚掌所踏之地，建造永恒的居所？来吧，我们要再现华美，再现繁荣，再现生命，让这田再灿烂，再微笑，再唱出新生之歌。我们的生命要再灿烂，再微笑，唱出新的歌。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当我们在生命遇到各样困难、软弱的时候，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面对整个群体陷入混乱、陷入各样挑战的时候，你也仍旧与我们同在。通过你的话语，我们看见盼望；通过你的记号，我们看见使命。也从这里，我们认知到自己的生命会成为一首新的歌，继续唱出颂赞。愿你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找恩典，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邀请八角塔府城合唱团来用诗歌带领我们回应上帝的爱。Domino in
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来到台南东门教会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也带给很多世世代代很多的回忆。当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教会充满了很多的音乐，甚至的牧师在音乐上的投入是非常非常的多。相对的八角塔也一样承接的学长王牧师的脚踪，我们把音乐再一次把它呈现出来，建立在男生的合唱团在台北的呈现。所以我们高兴，我们带着上帝的声音，带着信仰的力量，闯进了国家的音乐厅，我们闯进了卫武营，甚至我们录取了 CD， 也得到金曲奖。这是神在我们面前得到那么大的见证，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他。相信的，在因为有台北八角塔的这样子10年的成绩，我们相信这样的福音应该可以传遍，不止在台北，甚至我们可以把它传递到南部来。所以在我们一样，我们在台南的府城是一个这么大文化的特色的资产的城市里面，所以我们成立了府城混声合唱团。本身以为我们可以衔接一样台北的版图到南部来做男生的合唱团，可是相对来讲并不是那么的顺利，所以我们成立了混声合唱团。神给我们这么多人，在第一次的 audition 之后，成立将近有32位的团员跟我们一起打拼到现在。我们成立到现在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所以每个礼拜这样的训练，甚至在 COVID 的时候，大家不能练唱，可是真的是大家戴着口罩这样子练习。所以看到他们的成长，刚开始大家唱歌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力量在唱歌，哇，可以 powerful 这样的唱歌。可是之后在这个团队里面，我说你要寻求自己在这个当中和谐的部分，所以叫做合唱。所以神让我们在跟他面前当中，除了有爱之外，也要有次序和样的平衡。所以他们唱多这诗歌，就像牧师说的，神要让我们为他唱新歌。从第一首 Jubilate Deo 到这一首，圣经上说 Hymn of Devotion， 就像 Ruth 他说的，不管你到哪里去，我就是你的人；不管你到哪里去，我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我相信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能够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儿女，我是何等的高兴。不管我们在要成立合唱团是这么的喜悦，当我们插旗在南部的时候，有种种困难的时候，神更让我们有力量，能够为着他的土地来这样来唱歌。我很感谢神，我目前的团员将近有大概40位左右，加上伴奏那还有我们一个行政，所以大概是41位。所以让这样的团队慢慢的起来的时候，我感谢神，神也没有让这样的火是这样子灭掉，而让我们慢慢的去茁壮，可能是喂养这样的团队。目前我们团队里面大概有牧师也有音乐的老师，还有指挥，还有一些爱唱歌，甚至还有从台北搬下来南部的人，他们寻求合唱团，就在里面一起唱歌。说你在哪里唱歌？我在台北市郊唱过合唱团。我说OK welcome， 跟我们一起唱歌。所以我也期待这样的工作不只是这些人的工作，我更邀请我们当中年轻的你爱唱歌都能够进来。甚至我们里面有一个人说，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信主。我说真的？他你来唱歌是什么？我希望我的家人听到我在上面唱歌，而唱到福音的歌曲，他能够感动。所以真的，他的父母来看他吗 ？Yes。有阻止他吗 ？No。这条路是为他而开的。相信也希望你们继续为我们鼓励，我们继续走。虽然只有半年，可是我们年底也要开音乐会台北的合唱团跟南部合唱团，我们开联合的圣诞音乐会，也邀请大家来为我们鼓励，也让这些事情能够更加有很好的 celebrate。也请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奉献。我们最后唱一首歌，凡你所脚踏的允许铁地。主
让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我们一起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礼拜三的圣经学堂，我们一起读到的范围已经来到马可福音15章1到15节，所以我们礼拜三晚上有空的，可以在线上一起来参与。那今天我们感谢八角塔府城合唱团的服侍，我们一起再一次鼓励感谢他们的服侍。这个礼拜是部会周，所以请邀请各部的部长来召集各部来开会。那我们下个礼拜要召开长执会。那
明年度的行事历，如果各个团契或者是团队已经完成了，也可以交给我们的事情干事这边吼。好，那再一次跟大家邀请，我们今天下午3点钟会在大礼拜堂举行伊丽莎白牧师娘的纪念礼拜，所以邀请大家，我们下午时间如果允许的话，可以一起来参与。那在这边礼拜结束之后，我们一起移到对面，在伊丽莎白纪念礼拜堂的外侧，我们有一个伊丽莎白纪念教堂视略的揭牌礼拜，我们会一起移到对面去，我们会有一个揭牌的礼拜吼，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时间如果允许的话，下午3点钟可以一起来参加。好，那刚刚不断的介绍，那本我没有，我们只能卖这一本。相信我，我们是全台湾最低价。对，就是这一本是巴克里牧师夫妇的文集《Formosa 的呼召》。那这一本书集合了巴克里牧师以及巴克里师母2个人，他们各自写了一个部分。那也不是说写了一个部分，它就是独立的2本书，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出版。那前面巴克里牧师的那本书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写下他在台湾宣教的一些他自己的反省。那其实他是邀请着英国的青年能够一起看这本书，所以每一章后面还要讨论问题，这其实可以根本是那个小组讨论教材。那后面那一个部分是伊丽莎白师母写给英国青少年的6封信。那要告诉大家，那6封信这真的是原本被埋藏在被忽略的状态，因为完全找不到这本书，所有人都知道有这本书，可是找不到。最后是我们总会的历史档案馆主任卢牧师，他在巴克里牧师那个他去看那个胶卷，在巴克里牧师的文件的附件才找到他。所以你可以了解在早期女性如何的被忽略。对，所以好不容易我们把它找出来，然后翻译完成，所以邀请大家，我们可以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购买，也推荐你的朋友一起来购买，原价360，本教会就是全台湾最低价了，250。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认识巴克里牧师跟师母的故事。好，那做一个介绍吼，我们今天有一位 Amy 在后面吼，她是成大华语中心的实习生，欢迎你在我们当中。好，然后还有新来的朋友吗？介绍一下总会的黄泽燕牧师啦，总会黄泽燕牧师对，为了下午伊丽莎白纪念礼拜，所以邀请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来，我们一起念2次。来，这新建的圣殿要比旧的更华丽。我要让我的子民在那里过繁荣安定的生活。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宣布了。2章9节，再一次，这新建的圣殿要比旧的更华丽。我要让我的子民在那里过繁荣安定的生活。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宣布了，请大家一起读2章9节。这时我们一起来唱祝福差遣圣诗，愿上主大慈爱。愿上主大慈爱，抚慰你心灵里，每时刻他的爱住在你心灵里，愿主荣光照耀你，你慈爱更待你。上主大慈爱，抚慰你心灵，每
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你们借耶稣基督的信而充满各样的平安与欢喜，也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们大有盼望，在每一天活出基督的荣耀，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便当。